喂，仲有喎，阿 Albert 啊，我成日聽你講咧，平安紙絕不平安，但係咧，以我財策師嚟講咧，原來遺囑有另一個功能，我嚟打官司，你認同啊？係啊，作為法律工作者嚟講咧，遺囑真係有愛有恨嘅工具嚟㗎，係啊。愛嘅地方咧就係第一啦，可以協助客戶咧清楚定明受益人啦。一旦有爭議嘅話咧，自己亦都可以提供法律協助啦，係咪啊？恨嘅地方就係咧，我哋有好多客戶咧，經常咧因應咧佢自己咧婚姻關係改變啊，新嘅受益人走出嚟啊，咁有陣時候咧會用呢種工具去做財富傳承。嗱，大部分咧都係唔係好成功嘅個案嚟嘅，特別是咧，譬如如果大家最經典嘅咧，聽過一個龔如心個案啦，打到今時今日啦，2024、2025年啦，再有繼續爭議嘅。咁所以哇，喺一個資產透過傳承咧，唔單止咧係經歷咗咧超過10年或者20年以上嘅爭議，甚至乎咧係嘛訴訟費用最高，民事轉刑事個案，因為牽涉到遺囑嘅話咧，有陣時就會產生咗啲問題啦，一啲偽造虛假文書啊，又或者惡意銷毀文件啊，咁呢啲工具咧究竟背後啦個風險喺邊度？同埋有冇其他工具咧，一樣可以做好有效嘅資產配置去保衞咧？嗱，呢啲我哋都好期望咧，將專業知識喺課堂入邊同大家分享嘅。嗱，呢樣嘢我明白嘅，點解咧？我做財策師咧，我嘅工作咧就係同啲市民分享，除咗遺囑方面嚟講咧，係要用唔同嘅角度，因為佢哋好多時唔好話唔明咩叫遺囑、信託，甚至乎稅務。甚至乎公司法佢哋唔知嘅，甚至乎喺呢個課程嚟講咧，阿 Eric 其實你係香港唯一一個咧會計師係財商嘅導師，你仲可以嚟講咧係分享咧喺財產嘅闊度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財策師咧財產係有高度、有闊度，亦都有深度嘅。